AI 晶片公司辉达甲德国电信暂时宣布讲，2026年要伫德国慕尼黑投资一座10亿欧元的人工智慧云端中心要来强化欧洲的 AI 的运算能力。另外，南韩总统李在明昨嘛宣布讲，南韩明年的 AI 预算会增加真多，要来拼争做全球前3大的 AI 强权。 为了这平长温凌坤随时伫咧德国慕尼黑宣布将会甲德国上大电信商德国电信合作，建造一座差不多10亿欧元、换算台票355亿工业级的人工智慧云端中心，强化欧洲本土的 AI 运算能力。黄凌坤也强调，辉达会为德国带来 AI 加机器人技术进行新的工业转型。There is no question, Germany will be one of the largest AI markets in the world. How could it not be? How could it fundamentally not be? And so today is a first step for us to go and cultivate, to activate, and to nurture that growth. 德国电信讲，这座由现有设施改建伫咧慕尼黑的资料中心，会运用大量的辉达先进 AI 晶片，按算2026年第一季开始营运，会是欧洲规模上大的 AI 设施之一，而且全部拢使用再生能源。 It is in a special prepared location, which is 3 to 4 floors under the ground. It is powered by local energy, renewable energy, 100%. 而出席的大会包括德意志银行高层、德国政府的部长拢到场，表示这个欧洲上大经济体想要伫咧 AI 领域对战美中两个国家。 虽然这项计划较有指标性，不过欧洲无论是伫咧仪体设备或者是资金，拢输美国真多。因为亚洲的南韩总统李在明随时伫国会公布规模创纪录的728条韩元，换算台票超过15兆的新年度预算案，以人工智慧做核心，带南韩进入 AI 时代。 이제는 인공지능 시대의 고속도로를 구축해서 도약과 성장의 새로운 미래를 열어야 합니다. 南韩明年度的 AI 相关预算将会到10.1兆韩元，换算台票是2160亿，是今年的3倍以上。希望用相关经费发展基础建设、培育人才，甲美中两个国家并列成做全世界 AI 3大强权。因为日本的高市早苗政府随时也宣布成立成长战略本部，公布包括 AI 在内的17个战略领域做重点的投资。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